121比107，廣東隊喺北京嘅第一個客場咧就係順利擊敗咗北控啊，亦都係呢一個賽季咧第3次贏咗北控啦。其實呢場比賽開局咧就好緊張，廣東隊第一節淨係輕微領先對方1分啦，半場領先6分啦。咁最尾點解係領先到去10幾分去結束呢場比賽咧？主要係靠自己嘅防守同埋自己嘅籃板球啊。成場比賽廣東隊攞咗50個籃板啦，而北控淨係得39個籃板嘅啫。咁而另一方面咧，廣東隊亦都將對方嘅3分球命中率咧就控制到31%。嗱，佢哋嘅主力射手張凡呢場比賽啊，3分線上係4射0中嘅，咁啊得8分嘅啫。而另外咧，佢哋嘅費特啊，或者講緊係好似廖三寧啊，好似係周宇辰啊呢啲，其實佢哋嗰個得分啊或者係表現都唔會特別好。咁而另外廣東隊點解喺第3節啦下半場曾經係一度領先對方14分嘅時候，俾對方打到個11比0咧？其實亦就係佢哋喺呢場比賽暴露嗰啲問題，就係當輪換陣容上嚟之後，啲年輕球員嘅喺防守端嘅表現咧，冇辦法可以保持翻一個一定嘅強度，失誤又出得比較多，咁所以咧就有起伏嘅表現狀態。好在今日咧，哇犀利啦！38歲嘅韋恩斯咁啊攞咗32分，亦都係喺球隊需要穩住局面嘅時候咧，韋恩斯嘅表現咧就係好突出。咁而另外咧，任駿飛啦、貝爾啦，其實都係喺球隊需要去做一啲嘅回應嘅時候咧，係企得出嚟嘅。咁但係稍嫌廣東隊今日做得唔係咁好嘅，就講緊佢嘅失誤，17次失誤，對方得12次嘅失誤嘅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呢樣嘢咧可以係喺跟住落嚟嗰啲比賽咧有一個改變嚇。咁其實賽後杜鋒入到更衣室第一句説話就係大家真係好搏命，呢樣嘢係好認可，做得非常之好嘅。咁所以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係繼續保持自己專注度嚇，因為咧嚟緊咧北京仲有一個嘅客場嚟㗎嚇。咁啊，當然呢場比賽要表揚嘅咧就係啱先講到個韋恩斯啦，周琦啊13分10個籃板，咁啊跟住咧就胡超仔19分，咁啊亦都係有5次助攻。阿傑師傅雖然得6分，但係佢今日亦都有全隊最高嘅6次助攻，所以呢樣嘢亦都睇得出傑師傅而家球場上咧越嚟越聰明，呢個真係幾好嘅。咁啊，所以就希望咧廣東隊喺今日呢場比賽之後好好地休息，準備咧就係2日之後嘅對住北京北汽嘅比賽啦。好啦，今期復本係咁先，我哋下期再見。